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我们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即将呢要敬拜我们的神，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更靠近。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哦。我的盼望，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流出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听见你们信心的敬拜。
就是你的心掌管我一生。是的，主啊，我每一天都想跟你面对面。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地献给你，唯有你是我
双手，全心敬拜你。亲爱耶稣，你真爱我，毫无保留，我敬拜你。因你生命，我回到父神面前，在恩典和应许中敬拜。亲爱耶稣，你真爱我，毫无保留，我敬拜你。因你生命，我回到父神面前，在恩典和应许中敬拜。哦耶稣，哦耶稣，你喜悦我向你歌颂。哦耶稣，哦耶稣，高举双手，全心敬拜你。我要一生一生敬拜你，在你殿中赞扬你荣美，在你丰盛恩典中我欢喜歌颂，在你救恩盼望中我离不住快乐。是啊，主啊，你刚刚开口敬拜了吗？你知道神很喜悦听到你们的敬拜吗？待会等一下我在呼喊神的时候，你不要担心周围旁边的人没有跟我一起敬拜，因为现在就是你跟神敬拜的时刻。我来打开我们的心，是什么让你对神没有信心呢？是什么东西或者什么恐惧，让你会畏惧这个敬拜呢？我们等一下就脱去这个一切，因为你要知道，你的敬拜上帝都听见了。只要你有信心，上帝就会开始工作。你相信吗？我们等一下一起来呼喊。一起来呼求耶稣，耶稣，请你进在我们的身体里。耶稣，耶稣，你要进在我们的身体里。哦耶稣，哦耶稣，你喜悦我向你歌颂。哦耶稣，哦耶稣，高举双手，全心敬拜你。哦耶稣，哦耶稣，你喜悦我向你歌颂。哦耶稣，哦耶稣，高举双手，全心敬拜你。我要一生一生敬拜你，在你殿中赞扬你荣美，在你丰盛恩典中我欢喜歌颂，在你救恩盼望中我离不住快乐。一生敬拜你，在你殿中赞扬你荣美，在你救救恩恩典中我欢喜歌颂，在你救恩盼望中我离不住快乐。是的，天父上帝，
我们用心灵诚实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谢谢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成为我们一生的救主。不论我们遭遇何样的试探、软弱，或是疾病，或是贫乏，但是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就能够在这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今天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并且要来领受神你为我们所预备主耶稣的身体和主耶稣的宝血。求你再次与我们同在，愿你的圣灵充满在我们当中。我们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我们对主的爱，献上我们的生命在主的面前，求主悦纳。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这时候要来领圣餐。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面前来，因为主耶稣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快的。亲爱的弟兄和姐妹，欢迎每一位已经接受成人洗礼，还有已经坚信礼的弟兄姐妹，一起来领受主的宴席。如果你还没有接受洗礼，或是还没有坚信礼，也邀请你在利用今天的圣餐这个时候，为你自己来祷告，求神为你预备，求神带领你，能够早日在主的爱中、主的恩典当中，能够来领受主的宴席。明天我们教会有举行今年2025年的第2次的圣礼典圣礼典。那在我们当中也有一位要接受成人洗礼的是怡君姐妹。那她要在明天早上的第一场礼拜当中来接受成人洗礼。那我们也欢迎每一位要接受洗礼之前或是坚信的弟兄姐妹，能够来参加教会的 A1 的初信造就的课程，能够来更进一步的认识信仰，将这个信仰能够成为你一生的帮助和力量。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主耶稣借着他的身体，让我们知道他为了要拯救世人的罪，将自己的身体钉在十字架上。他说他将他的身体打破，是为我们世人舍的，我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主。在饭后，主耶稣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个杯就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应当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请书成长老还有嘉硕长老来服侍，来分饼和分杯。如果你已经接受了成人洗礼或是坚信礼的弟兄姐妹，欢迎你拿着一份饼和一份杯，先拿在手上，为自己来祷告。我们再一次借着主耶稣的身体和主耶稣的宝血，向主来认罪。不论是在过去的1个礼拜，或是过去的这段时间，我们有任何得罪神，或是没有讨神所喜悦的，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能够得到主的赦免，能够恢复与神亲近亲密的关系。如果你还没有洗礼，还没有接受坚信礼或是成人洗礼，也邀请你向神来祷告，让神的灵来感动你。不论你在受洗这件事情上面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拦阻，求主的圣灵帮助你，让你能够有主的同在，能够有主成为你的依靠，成为你的帮助，能够早日在上帝的面前，还有在众人的面前，能够来告白这份信仰，并且接受这份信仰，成为神的儿子，是有名分真实的神的儿女。当我们拿到饼和杯的时候，我们也为了自己来祷告。不论你在身体上面遭遇什么样子的软弱，或是在生活当中遭遇什么样子的困难，或是你的心灵有什么样的忧闷，求主耶稣宝血来涂抹你，与你同在，使你能够借着今天晚上所领受的圣餐，能够再一次罪得到赦免，并得到医治，让你的软弱能够成为刚强，让你的贫穷能够成为富足。耶稣说他来的是要使人得生命，并且是要得的更丰盛的生命。求主耶稣的灵与我们众人同在。
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众人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请我们一起来领受。饭后也这样拿起杯来说：“这个杯就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请我们一起来领受。耶稣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主耶稣从天再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借着新约耶稣基督的恩典，把他自己的生命、身体打破，使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使我们的病能够得到医治，使我们能够从受压抑当中得释放、得自由。主啊，我们在进入3月份的第一天，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再次与主来同桌，享受主你为我们所立的爱宴。让我们借着你所赐的饼和杯，使我们的身心灵都能够得到健壮。也为在我们当中还没有接受洗礼的肢体弟兄姐妹来祷告，求你也坚固他们的信心，保守他们，使他们能够来紧紧抓住你，使他们能够早日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们再一次在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要一起来读一段的圣经。今天的圣经是记载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第1章第39节到第45节。那我们就照着荧幕，邀请大家，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读这段的经文，请。那时候，玛利利亚亚起起身，身，急急忙忙往往山地山地里里去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迦利亚的家，问以利沙伯安。以利沙伯一听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以利沙伯且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的耳，我腹里的胎胎就就欢欢喜喜跳动跳动。这这相相信信的的女女子子是是有有福的福的，因因为为主主对对她她所所说说的的话话都都要要应应验验。今天牧师要分享的信息是有福的姐妹，好，有福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能够在这里聚集敬拜，也感谢你带领我们读过了利未记，以及即将要结束民数记，也让我们即将要进入路加福音，一直到复活节的这个时刻。求上帝你借着路加福音，让我们能够经历耶稣的一生是何等的宝贵，也愿你的话语成就在我们每一位相信的儿女的身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每一年的3月8号是妇女节。从1995年开始，长老教会呢，就透过总会的会议，定每一年的3月的第一个主日，就是妇女事工纪念主日啊。好，请大家说一次妇女事工纪念主日。妇女事工纪念主日，好，所以那一年定下来之后，从1996年好的第一个海报好就画出来，好，就是有这个妇女事工的纪念主日，好，所以1995到今年2025，这样经过了几年？数学好不好？30年，对，好，30年。为什么要这个妇女事工主日呢？好，因为妇女主日的设立，就是希望能够透过以妇女为主要的服侍者，好，来设计主日礼拜，来唤起教会聆听妇女信仰的经验，或是开拓姐妹们在教会当中服侍的多元角色，还有呢，鼓励姐妹们能够积极的参与服侍，还要贡献女性的信仰经验、智慧和力量。
这个照片呢，你就可以看到，好，在当初早期的教界照片上面，几乎清一色，好，都是男性，都是弟兄。姐妹在哪里呢？好，姐妹可能都是只能在厨房里面，好，或是在幕后看不见的地方。所以30年前，长老还是一个非常保守的社会，还是男尊女卑。好，30年前的台湾，好，还是非常的重男轻女。所以那时候长老教会就提出，好，这个要让姐妹好也能够，妇女也能够有机会服侍，让女性意识也能够抬头。好，所以30年后，好，现在男尊女卑的这个现象呢，在台湾已经少非常的多。现在的这个不论你是继承财产啊，不论你是要竞争就业啊，好，你要女性要从军啊，好，女性要当总统啊，都是可以的，好，都是可能的。所以我们看见，好，教会好在当时好的努力，经过30年当中，好有很大的改变。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30年后的现象，很多的教会好现在呢，几乎在台上都变成什么？变成姐妹，弟兄去哪里呢？好，很多弟兄都不见了，都消失了。所以呢，搞不好我们再过几年之后需要什么？弟兄主日，鼓励弟兄们好也要出来。好，因为呢，姐妹好像越来越有活力，可是呢，弟兄们呢，好却看不到了。事实上呢，教会不仅需要姐妹，也需要弟兄，需要弟兄，也需要姐妹。好，因为呢，上帝所造的男和女是各自的不同啊，男和女是非常的不同。好，我们一直想要男女能够平等，好，想要男女好都能够站在同样的地位。但是上帝的创造男和女呢，本身就有很大的不同。精神医师呢，好，他从这个人体的构造当中、大脑的结构当中呢，发现男女的思维、感觉、行为本身就有很大的不同。特别女性，好，她的额叶发育的比较好，所以很多血液流向的就是负责控制冲动、控制沟通、控制协调运作的区域。所以也代表说，女性呢，好，她能够做比较理性，好，不会太冲动，好，还有呢，她能够做比较好的沟通和协调，好，所以女性呢，好，能够有天生的领导者和照顾者的这个角色。而另外一方面呢，女性的情绪大脑就是在大脑的边缘系统呢，它比较活跃，所以女性比较容易焦虑，好，就是她比较容易去因为思考好，或是他的情绪上面呢，好以致有不同的情感，包括忧郁啊，或是失眠啊，或是饮食上面的失调啊。所以根据数据来显示，女性得到忧郁症的比例呢，比男性高2倍，好2倍，好，因为女性的大脑的运作的关系。但是呢，好，男性呢，好，他因为这个冲动的控制能力比较差，所以男性被抓去关的几率呢，比女性高几倍，14倍，好，所以你看在监狱当中，好，这个男性比较多。好，那从这几张图当中呢，我们大概就可以感受男跟女是很大的不同啊。好，其实牧师在年轻的时候，好不太晓得，好对这份异性的认识不够了解，好，所以真正对异性对女性的认识呢，好在结婚之后，好才渐渐发现，哇，男女真的是大不同。同样，男生在照镜子，男生镜子中的自己呢，觉得怎样？哇 ，very good， 好，非常帅，好，我是一个 Superman。可是女生呢？你看她的身体，哇，她已经非常的苗条。可是她看镜中的自己永远怎么样？觉得自己太胖了，好，看自己好像自己这里胖那里胖。还有呢，男生去剪头发的时候呢，好，剪头发前跟剪头发后，好，有没有差很多？好，有差，剪短。可是女生呢，去剪头发，好，跟剪头发后呢，看起来好像是一模一样。男生花200，女生呢2000。如果男生女生呢要出国，好，要出去旅行，好，哇，像我的牧师娘太太，我就发现怎么她出国都要每次写笔记，好，然后呢开始，如果要去很远的地方，她就很早就开始写，好像她明天要去南投，好，她就开始又拿着她的笔记本，她要写什么要带什么带什么，写了很多张，好，然后呢，好，最后呢通通都要准备整理好之后呢，哇，她才能够放心的出门了。好，而且呢，写到他可能晚上都会很晚睡觉，好，他很怕少带样东西。男性要出门都什么时候开始准备？
出发前的，这边是写5分钟啊，好，我大概是10分钟，好，出发前的10分钟、5分钟开始准备，好了，没带的话怎么办？管他的，少带就少带，好，所以男女真的很大的不同。还有呢，对于颜色，男生呢看颜色大概就是红、橙、黄、绿、蓝、靛、紫。可是呢，女生这个红呢，哇，还有什么暗红啊、酒红啊、枣红啊、紫色啊，还有薰衣草的紫色，哇，分得非常的细。好，对男生来讲，紫色就紫色嘛，还分什么薰衣草，还分什么这个 Tiffany 蓝哈，分这么多。然后呢，这个是比较过分一点哈。上厕所的时候，女生呢都要排队上厕所，男生呢。只要有地方好，想上就上好，这个是在台湾比较不会这样子好，不过早期的台湾倒是蛮有可能的。好，那这个呢这个我想这个有点很有特别男生女生走在路上，好，女孩子看到一个女生走过来，她没有看到一个女孩子，她只看到女孩子的什么衣服啊，男生没有看到女生的衣服，只看到女生的什么身材内在。好，不过我想这个是基督徒啦，如果是基督徒大概不会这样子，好，因为基督徒好，耶稣说，如果你看到一个妇女，就对她的行了一念，就是跟她犯了奸淫啊，好，所以耶稣就告诉我们说，不可以用这个男性的这个冲动，这个本性啊，好，但是接下来这章我也觉得很特别，男生好跟女生夫妻睡觉的时候，好，同样一张床，女生的床是哪一边？白色的啊，男生呢？旁边好紫色的，好，真的是这样，好，所以呢，像牧师跟牧师娘，我们搬来迦南教会，其实我们都要买那个 queen size 的床，好，如果在美国的话，我们是买那个 king size 的床，好，那个 king size 我们有一次有做过实验，我们全家5个人睡在上面，好，都睡得上去，可是呢，即便睡那么大的床呢，好，牧师娘还是觉得，你睡过去一点，你睡过去一点这样子。好，所以呢，我发现说，如果跟女孩子要睡，你结了婚呢，床不要买太小的，不要买太小的。还有男女朋友当中，男生跟女生如果分手了，男生分手的那一天呢，他没有什么感情，分手之后呢，还一样笑得出来，很开心。女生分手的那一天就怎样？很难过，非常难过。结果1个礼拜之后呢，换男生开始觉得有点难过了，女生呢，开始回到她的生活。然后1个月之后呢，男生生不如死；1个月后呢，女生呢，变得自由了，没有感觉了。这个男女呢，很大的不同。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看男生的电脑桌面，这是男生的电脑桌面，就是没什么东西。有没有看过女生的电脑桌面？是不是长得像这样子？密密麻麻的东西。好，那男生说你这样子怎么找得到呢？你说可以啊，我找得到。好啊，就从这里就找到了。所以男女呢，真的在对事情，对很多的细节有很大的不同啊。好，特别呢，如果你是在做这个行销的，好，同样在卖一杯咖啡，好，左边那个手机里面在搬一个咖啡。如果你是要卖给男生的，好，你就是右边那个，就是让他看到咖啡就好。可是你要卖给女生，就要怎么样？你就要左边那一个，好，你要有背景，你要有灯光，你要有气氛，好，你还要有这个很多的让他可以联想的，好，因为呢，右边这个图就说，同样在卖一罐洗发精，男生就说这是洗发精，好，拿了就走，女生说没有，这个洗发精，好，它是什么口味的？好，然后这个口味好，它什么香味的？好，然后呢，它还有说它有什么前调，还有什么味道？哇，这个女生就可以做很细的分析啊。所以男女呢，好，你要知道男女有很大的不同。好，跟你旁边的异性说，我和你有很大的不同。异性找个异性跟他说，我和你有很大的不同。好，这是上帝创造的。所以如果你没有去好好的认识异性呢，你用男性的眼光生活去套用在女性的身上，或是女性用女性的想法去套用在男性的身上，其实是会有很大的痛苦。所以男女需要学习沟通。男女如何和异性沟通呢？男生和他沟通就是直接解决问题。好，大家说一次，直接解决问题。好，如果在跟男生沟通，好，他都会说什么？重点是什么？好，赶快讲重点。好，今天我们开会的重点，好是这个，好就把这个重点找出来解决。
可是女性你要怎么跟她沟通？有没有人知道？各位姐妹们，女性要怎么沟通？标准答案，先认同她的情绪啊！你要跟女性沟通，好，她不是在问题，她现在在意是她的情绪，她现在情绪呢是有点 down， 你就要先让她说，哦，你现在情绪是不是很 down？ 好，你现在情绪是不是觉得有一点 sadly？ 你现在情绪是不是觉得有一点好怪怪的？你怎么知道？好，然后说对我就是这样子。好，然后讲了1个小时之后，好，他也不用解决什么问题，情绪解决之后，就什么都不是问题了。可是呢，男生是先把问题列出来，所以男女好有很大的不同。在教会当中，需要有男性，也需要有女性。当我们找到上帝所造的男女的特质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男女好是可以来同工合作，反映上帝的形象。好，所以跟牧师说一次，男女合作可以反映上帝的形象。男女合作可以反映上帝的形象。你觉得上帝是男还是女？男，我们都叫他什么？还是天母？天母在台北了，好，台北天母，我们叫他天父。好，但是呢，在圣经当中还有一个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所以如果你从这个原文当中希腊文，好，你可以看到阳性跟阴性，好，那个圣灵呢都会用阴性，好，就是女性，好来代表，好，所以让上帝有一个女性的形象，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当我们要去认识圣灵的时候呢，好，对姐妹，好，你可能她更能够去帮助你去认识圣灵的情绪啊。我们从这个今天是礼拜天，好，接下来这个礼拜6开始，礼拜5我们就会读完民数记，我们就会开始来读路加福音。而今年路加福音，我们从3月8号妇女节一路读到4月22号复活节后的第2天，这样总共几天？46天。好，跟牧师说一次，46天。我们要读哪一卷书？这是圣经当中大概最好读的一卷书了。好，跟你旁边人说，路加福音是圣经当中最好读的一卷书。路加福音是圣经当中最好读的一卷书。为什么说它最好读呢？因为它是写给外邦人看的，它不是写给犹太人，它不是写给这些希腊人，它不是写给这个有信仰的人，它是写给这个一般世界还没有认识耶和华神，还没有认识耶稣是弥赛亚这样的身份的人。但是呢，这个路加福音的作者就是路加，他用一般人的角度眼光，带我们好好的细细的来认识耶稣。所以在这46天当中，好，牧师希望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一起来读路加福音，而我们也会开始用共读的方式。好，我们去年共读了9卷书啊，好，但是因为今年3月份，好，牧师会有去德国宗教改革之旅，好，有2个礼拜不在，好，所以没有办法准时的共读，所以我们会用预录的方式，好，牧师会先把它预录好，每一天早上的6点的时候，我们就会从3月8号早上6点就会开始在 YouTube 上面来这个首播，然后你就可以在早上起床的时候，好，到你要睡觉之前的任何一个时间来听当天路加福音的经文，好，每一天都不会很长，好，最长也不过40几节而已，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容易读的书。另外，也希望我们在读路加福音的时候呢，你听完好这个 YouTube 好的这个圣经共读之后，你也能够自己读，写下你每一天的灵修笔记，好，把这个灵修笔记当中读经文、挑金句、写感受、今日事、今日毕，好，这5件事情当中，好，能够操练，好，把它写下来。这是路加福音的共读啊。好，所以我们从3月8号之后，我们就会开始来读路加福音这24章。好，所以46天平均1章，好，2天读1章，好，所以1天大概读半章，好，半章再多一点点啊。路加福音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好，总共4福音书当中，好，路加福音很特别。因为呢，这4卷书呢讲到耶稣的降生呢，好，马太福音他从耶稣好这个降生在马槽，好，先讲耶稣的族谱讲完之后呢，就讲到玛利亚怀孕了，好，然后呢，耶稣准备要降生了，要出生了，好，然后马槽的事情，这是马太福音特别的记载。但是马可福音还有约翰福音呢，完全不提。一讲到耶稣的时候，就是耶稣他已经30岁了，30.5岁了。
他已经出来要传道，然后在约旦河接受耶稣的表哥施洗约翰的洗礼。好，这是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没有讲到耶稣的降生。但是呢，路加福音他用女性，我觉得他比较像用女性比较细腻的方式，带我们一点一滴的来认识耶稣。所以他把耶稣要出生之前的半年发生的事情，他都记得很详细。所以今天我们刚才读的路加福音第1章，就是耶稣要出生前的半年呢，有一个他的表哥施洗约翰，而他的出生。所以路加福音我们如果从第1章开始读，你会把耶稣出生前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他跟施洗约翰的关系这么特别，你会从这当中来看见。而今天牧师要透过路加福音的第1章，来让我们看3个人。这3个人呢，他们的信心有很多让我们可以学习的功课。路加福音的第1章，第5节、第6节、第7节，我们一起来读这3节。请希律王统治犹大的时候，有一个祭司名叫撒迦利亚，是属于亚比亚祭司一班的。他的妻子叫伊丽莎白，也是亚伦家族的后代。在上帝眼中，他们2个都是正直的人，严谨地遵守主一切的诫命和条例。他们没有孩子，因为伊丽莎白不能生育，而2人都已经老了。这里先讲到耶稣要出生的时候是希律王统治的时候，而他的这个就是他的妈妈玛利亚呢，有一个表姐，她表姐叫做伊丽莎白。伊丽莎白呢，嫁给一个祭司，叫做撒迦利亚。但是呢，伊丽莎白呢，她也是亚伦的后代，也是亚伦家族的后代。有没有看到？伊丽莎白也是亚伦家族的后代，表示他们都是利未人当中祭司家族亚伦的后代。而他们2个人在上帝的眼中都是非常正直虔诚的人，因为他们对上帝的信仰非常的谨守，上帝的一切的诫命条例，就是他们对于圣经的话呢，他们都很认真的在读神的话。可是他们没有孩子，因为太太不能怀孕，而且2个人都已经老了。你看这个照片，觉得这个老公撒迦利亚多老？70，还有没有更老？80，好，没关系。好，如果我们一般会觉得哇，他们应该是70、80很老。不过我们读过的利未记的时候，我们知道，好，你读了利未记就知道，利未人的工作年纪从30岁到50岁啊。那她的老公撒迦利亚还在圣殿里面轮值，好，所以呢，其实他没有多老，不会大于50岁。但是一般呢，我们都会讲说，哇，他们应该老了，可能像亚伯拉罕吧，90岁、99岁那么老。好，在过去的时代，不能生育是一个大事情。但是在今天呢，不能生育呢，大概是一个很习以为常的事情。在网络上面呢，这个网络当中呢的声量讨论呢，不能怀孕的原因，可以分成女性的部分。女性不孕的原因，最高是讨论是卵巢的问题，再来是子宫的问题，再来是骨盆腔的问题，就是可能是输卵管阻塞，或是多囊性的卵巢，或是子宫内膜的粘连。而男性呢，有可能就是精液的异常、睾丸的问题，或是性功能的障碍啊，这个是造成男女不孕的因素。如果呢是一般人呢，夫妻双方共同的因素呢，这3个你一定要知道。第一个叫做压力过大，说一次，包括你的心理压力、工作压力。第2个叫做生活习惯差，好，请说一次。讲到就是熬夜啦、酗酒啊、抽烟啊、不运动。第3个叫做高龄晚育，请说一次。高龄晚育，就是你读书读得很晚，读到很老了，好，然后呢又不结婚，结了婚又晚生，好，所以呢就变成是晚婚、晚生、高龄，好，会容易造成不孕啊，好，所以这些的因素呢都有可能造成了撒迦利亚、伊丽莎白，好，他们不孕的原因。可是呢，路加福音他用很细腻的角度带我们看，有一天撒迦利亚在上班，在圣殿上班，执行祭司的职务，可见他还没满50岁。按照祭司的习惯抽签进入圣殿要上香，在香坛上面的上香。上香的时候，民众要在外面祷告，所以他算是为人民来上香，为人民来祷告。
忽然就有上帝的天使在香坛的右边对撒迦利亚显现。撒迦利亚看到之后呢，非常的惊惶害怕。天使就对他说：“撒迦利亚，不要怕，上帝垂听你的祷告。你的妻子伊丽莎白要给你生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字叫做什么翰？约翰。你要欢喜快乐，因为许多人要因为约翰的诞生而喜乐。在上帝的眼中，约翰将来是一个伟大的人物，淡酒浓酒他都不喝。在母亲的胎里，他就要被圣灵充满。他要带领许多以色列人归回主他们的上帝。约翰要做主的全躯，坚强有力。这个主讲的就是耶稣，像先知以利亚一样，使父母和儿女重新和好，使悖逆的人回头，走上义人明智的道路。他要帮助人民来怎么样迎接主？那个主是谁？耶稣。好，所以施洗约翰就是为主预备道路。所以你是撒迦利亚，好，你听见天使这样对你说，会很开心吗？好，应该很开心。好，因为他们一直想要有孩子。可是呢，撒迦利亚怎么对天使说呢？撒迦说：“我凭什么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老婆也老了。”他就只要这样回这3句话。好，我凭什么知道？我老了，我老婆也老了。结果天使就说：“我是加百列，加百列就是天使长啊，好，就是那个报佳音那个天使长。我奉派向你传话，要给你这个大好的信息。但是因为你不相信我所说的，要在时机成熟实现那一些话的之前呢，你要变成哑巴，直到我的应许实现的那一天。”所以今天撒迦利亚到圣殿里面上班，天使向他显现，给他一个大好的信息。结果呢，好，他只是回答：“这个，我凭什么知道呢？我已经老了，我太太也老了。”好，结果呢，那一天他下班之前，他出来的时候呢，变成哑巴。然后后面继续说，当大家等待着撒迦利亚出来，不晓得他为什么在里面祷告那么久，结果他出来的时候真的变成哑巴，大家才知道说，哇，他在圣殿里面看见异象，他就用比手画脚。当天呢，他就开始学手语，直到实现的那一天是什么？哪一天？你的儿子约翰生出来那一天呢？所以我们看见撒迦利亚的信心。本来天使把上帝的话送到撒迦利亚，在圣殿里面对他说：“不要怕，上帝听你的祷告。”什么祷告？他应该跟上帝求说：“上帝啊，赐给我一个儿子，赐给我一个孩子，赐给我能够有健全的后裔。”只是他跟上帝求了，上帝派天使来告诉他 ：“OK， 上帝要赐给他的时候呢，他却 guilty 了。”上帝说：“你要有这个儿子，你要欢喜快乐，因为在上帝眼中，你的儿子会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你的儿子要来帮助人民，来迎接基督，迎接主。”结果撒迦利亚的回应是：“我老了，我不行了，我的老婆也老了。”好，这个不可能。有没有信心？没有信心，以至于他变成什么巴？哑巴，不能够开口讲话，直到他的儿子真的生出来那一天哦。所以天使跟他说：“因为你不相信我所说的，在时机成熟会实现的那些话，所以你要变成哑巴，直到应许实现那一天才能说话。”而撒迦利亚的信心呢，好，换到他的太太，他不能说话之后，撒迦利亚回去要做什么事情？他就要开始比手画脚，好，说好，你把刚才牧师讲的那一段话讲给你太太看，讲不出来，哦，可能就只能比手画脚比半天。但是现在撒迦利亚要做一件事情，请问什么事情？想一想，现在撒迦利亚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做什么事情？还有更重要的，他变成哑巴，他如果想要说话，他就必须怎样？写字。还有比这更重要的。还有，他必须要做就是，老婆，我们来生小孩吧，对不对？他必须要做的是，老婆，我们来生小孩吧。但是他本来那一天下午上班的时候说：“我老了，哇，我老婆也老了，我们都老夫老妻，我们已经没有小孩这么久了。”可是现在是然后回家之后，他就跟老婆说：“好，就说老婆，我们来生小孩吧。”他必须要生哦，你要知道。施洗约翰不是圣灵感孕，施洗约翰是什么？是撒迦利亚
跟他老婆2个生小孩生出来的。上一次我讲这个道的时候，是在台中盘顶教会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呢，有一对大学的老师，先生在东海教，太太在静宜大学教，他们呢结婚很久都没有生小孩，结果呢，那一天呢听完了撒迦利亚故事之后，他们回去就就回去就后来怎么样呢？后来他的老婆怀孕了，因为他们也去做过试管婴儿，他们也去做很多的这个都没有效，所以他们几乎是放弃了，不想生的，说没有就没有。结果呢，那天听到说撒迦利亚那么老，他都回去所以呢，他说他回去也要所以后来现在他们怀孕，他们小孩都生出来了，所以不孕症是可以被医治的。好，跟你旁边说，不孕症是可以被医治的。怎么医治呢？就是要好，这个只有你们听得懂啦，好，因为你只要读过了路加福音，你就听得懂啊。可是呢，他的老婆呢，就不一样了。他的老婆的信心什么呢？圣经继续说，过了不久，之后，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果然怀孕了。怀孕之后都没有出门，多久没有出门？5个月，5乘以30是几天？150天。为什么150天不出门？他觉得很羞耻，是吗？他呢，应该是想要好好的守住这个孩子。对，怀胎，她怀孕了之后，她想要好好的守住这个胎，她怕出去呢，可能动了胎气，可能出去呢，会容易流产。或许她可能以前有很多次流产的经验呢。我们这个算了，是节省时间。所以呢，我本来要讲伟华老师的故事的，可是呢，这个撒迦利亚伊丽莎白，她足足5个月不出门。等到5个月之后，她的肚子怎么样？这里有个怀胎，1月、2月、3月、4月、5月，她的肚子开始突，这个胎儿开始，她可以感受到胎儿在动了。她可以感受胎儿在她肚子里面开始动来动去的时候，她知道这个生命已经以前没有这个什么照超音波啊，以前没有这个妇产科可以去产检了，所以她必须要让这个胎儿可以在她肚里面真的保留得住，她才愿意出门。5个月的时间。当他5个月出门之后，他说话了。红色字我们一起来读：主终于这样厚待我，除掉了我在公众面前的羞辱。什么是他的羞辱呢？他的羞辱就是他一直没有办法怀孕。他的羞辱就跟他的先生一直没有办法生小孩，因为前面圣经都写的说，因为伊丽莎白不能够生育，为什么他不能生育？这个事情很重要呢？因为他的先生是祭司，他伊丽莎白的爸爸也是祭司，因为他是亚伦的后代，表示伊丽莎白她的爸爸也是祭司。他们都是从小，他们家族从亚伦到耶稣，经过了1400年，1400年来，他们的家族都是他这个祭司的身份。可是呢，居然到他这一代，他居然没有办法生育，所以他觉得哇，上帝从1000多年前就拣选我的祖先，让我可以这样子才有今天的我。可是到我这一代，我居然没有办法生育，所以上帝的祝福可能就要停在我这一代了，就没有再往下了。所以他觉得这是他的生命的羞辱。当上帝创造人的伊丽莎白，她的是亚伦家族的后代。伊丽莎白和她先生叫什么撒迦利亚，他们都是祭司家族，都是正直的人。他们为什么是正直的人？因为他们遵守上帝的话。为什么他们知道遵守上帝的话？因为他们认真的读圣经。可是他们没有孩子，因为伊丽莎白不能生育。可是当她的老公变成哑巴之后，开始认真的跟伊丽莎白拼命的要生出一个孩子。等到怀孕5个月之后，她终于可以说了：上帝这样的厚待我，除了我在公众面前的羞辱。所以她终于回应上帝给他们夫妻的呼召。上帝呼召人要离开他的父母，与他的妻子联合，2人成为一体。
就是要生养众多。好，这4个字，请大家说一次：生养众多。结婚好很重要的目的，好就是生养众多。这4个字呢，4件事情。结婚好是为了要能够生出敬虔的儿女，不结婚可不可以生出敬虔的儿女？你不结婚也可以生小孩，好，但是你非婚生子或未婚生子，好，你会让这个生出来的孩子呢，好接受很多的这个人家异样的眼光。所以，如果你要生敬虔的儿女，在婚姻当中生出来的才是受到祝福的。生了还要怎么样？第2个字就是要养，就是要教养孩童。然后呢，生众的意思是什么？复数。所以生小孩要生几个？要复数。复数是几个以上？2个。好，所以生小孩不能生1个。跟你旁边说，生小孩不能生1个。对，然后在第4个字多，你要多就是要先生太太要比先生太太还多，所以要生几个？3个。好，如果你只有生2个，叫做什么？打平。你要超过2个才叫做多。好，所以这4个字，请大家说一次：生养众多。好，如果有人再年轻一点告诉我这件事情的话，我可能会考虑生4个。好，那与其可能就会有一个弟弟了。好，他可能就有一个弟弟。好，但是呢，我们没有人告诉我这个事情。我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预备，在你们还年轻的时候，要看见、听见上帝的呼召。我们的台湾，这个图表呢是2年前的图表，已经到了。2年前呢，他就已经做了这样的趋势预测啊。2015年，每一个老人有5.9个这个青壮年来抚养，然后呢，到了2020年，5年前呢，每一个老人剩下4.4个青壮年来抚养。今年开始，2025年，一个老人剩下几个呢？3.4个，又少1个。好，然后呢，在5年之后，2030年，一个老人几个人青壮年来抚养？2.5个。好，这个是平均哦。好，所以以后你老了，65岁之后，你没有孩子，是别人来养你。你不要想说你养你自己哦。你65岁以后没有结婚，或是没有孩子，或是你没有可以人照顾你的人，好，就是一般你要生2.5个。好，到2030年后，你要有2.5个。你到65岁之后，好，才会有人可以照顾你。因为我们人老人，好，都需要照顾。你不要想说你是铁打的，一辈子都不需要照顾，不会。好，因为你老了就知道。可是呢，我们如果今天晚婚晚生，好，我们的这个少子化，好，以后这个数字是你看每5年好就少1个，每5年就少1个，所以到2035年10年之后，剩下1点多个，再过5年之后不到1个，好，2040年的时候不到1个，好，每一个老人都没有一个青壮年可以养你，好，所以2040年，请问那时候你几岁？好，那时候你差不多在20年后，好，或是在15年后，你也差不多快要老了。好，那时候你再不去为你的未来打算，好，去思考的时候，你要面对的事情，可能比你现在在面对的事情还要严重。后来我们来看第3个人是玛利亚，伊丽莎白怀孕5个月后出门，第6个月，上帝差遣天使加百列到加利利，好，就是玛利亚家。然后呢，玛利亚已经跟约瑟订婚，天使跟他说：“玛利亚，愿你平安，主与你同在。”玛利亚听到天使的话，十分的害怕、惊惶不安。可是呢，他还多了一个动作，反复思想这问安的含义。为什么天使会出现？为什么天使跟我说平安？为什么天使跟我说什么？我是谁？蒙大恩的女子呢？他就在想，到底为什么他这样叫我？玛利亚，好，后来我们知道，他也是爸爸，也是祭司，也是亚伦的后代，所以他才跟伊丽莎白是亲戚哦。天使跟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上帝给你恩典，你要怀孕了，你要生个儿子了，你名字上帝就给他取好了，叫做什么书？不是凤梨酥，耶稣。耶稣要成为伟大的人物，要被称为至高神的儿子。上帝要让他继承大卫的王位，好，因为他的老公玛利亚老公叫做什么约瑟，是大卫的后裔，好，是大卫
犹大支派，而且要做雅各家，就是以色列的王。他的王权不是像大卫一样只有40年，不像所罗门一样只有40年，他的王权是无穷无尽啊！如果你是玛利亚，听到之后你会怎样？哇，很高兴。玛利亚怎么说呢？玛利亚说：“可是我还只不过订婚，我都还没有嫁给约瑟，这个事情怎么能发生呢？”这跟刚才撒迦利亚在问的问题就不太一样了。撒迦利亚说：“我凭什么知道这事？”玛利亚说：“这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如何才会发生？我怎么会生孩子？我都还没有结婚，我要生孩子，我这孩子好，不论他将来是谁，但是我怎么生得出来呢？”天使回答玛利亚，我们来念黄色的，请：圣灵要降临到你身上，至高上帝的全能要庇应你，所以圣灵要帮助你生孩子。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她的老公撒迦利亚，他们是老了，可是他们是拼命的生出一个孩子。你玛利亚不一样，玛利亚现在可能是只有16岁，最年轻可能16岁，好，最高不会超过20岁，好，平均算18岁好。玛利亚，你现在很年轻，可是圣灵要帮助你怀孕，圣灵要把生命直接放到你的肚子里去，叫做庇应你。你要诞生的婴孩，圣婴呢，要被称为神的儿子。你看你的亲戚，好，叫做伊丽莎白，她虽然已经年纪老了，可是人家都说她不能生育。现在她已经怀胎6个月了，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在上帝没有一件是不能做的，做不到的。玛利亚听到这个事情之后呢，她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我是主的婢女，愿你话成就在我身上。玛利亚一点都没有跟这个天使 argue， 所以玛利亚她对上帝的相信呢range 是非常的大。所以玛利亚的信心让我们看到也是有3件事情。第一个，天使跟她问候平安，你是蒙大恩的女子，主与你同在。玛利亚虽然非常的惊惶害怕，可是她反复思想这话的含义。后来天使跟她说，你要怀孕生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玛利亚呢说，我还没有出嫁，这事怎能发生呢？要怎么做才可能做得到呢？天使告诉他，圣灵要降临到你身上，至高上帝的全能要庇应你。玛利亚说，我是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主的婢女，婢女，成就在我身上。上帝怎么说？我没有第二句话。所以信心不凭眼见，只相信上帝的应许。请大家说一次：信心不凭眼见，只相信上帝的应许。玛利亚的信心大过于伊丽莎白，更大过于撒迦利亚。所以上帝真的是，为什么别人不找，要找一个玛利亚？玛利亚是一个蒙大恩的女子，她可能还不到20岁，可是呢，她却对上帝的话是坚信不疑。所以即便天使熊出现在她面前，可是她能够淡定的反复思想这话的意思，到底圣经神有说过什么样的话？然后她把神的话消化听进去，消化几遍了之后，她就说，这事怎么能发生？好，然后呢，天使告诉他圣灵要帮助你的时候，他说，我是主的婢女，愿主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所以当玛利亚，路加福音他用非常细腻的文字，又把后面玛利亚的动作又告诉我们。玛利亚后来怎么做呢？他听到天使跟他通风报信，哇，他的表姐伊丽莎白怀孕了，他就急忙动身往山区去。好，这一去呢，好也是一段路。好，他从他的家是在加利利的拿撒勒，在北边哦，他要下南边，可是呢是往山区走，所以他也是走了几个礼拜的路呢，可能几天的路，去到了他的亲戚家，就是伊丽莎白家。当玛利亚在外面说表姐在不在家？好，伊丽莎白一听到表妹玛利亚的问安，腹中的胎儿就蹦蹦蹦。好，那时候几个月？6个月。好，6个月再加几个礼拜。好，因为刚才前面有讲，
怀胎6个月后，好几个礼拜，她腹中的胎儿就突然的跳动，很兴奋。伊丽莎白就被圣灵充满，然后就高声呼喊说：“玛利亚，你是女子中最蒙福的，你所怀的胎儿也是蒙福的。”好，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如果他没有听到玛利亚问安，施洗约翰在妈妈肚子里面可能还很乖乖的安静睡觉。可是施洗约翰在他的妈妈肚子里面听到他要叫阿姨，好，就是玛利亚来跟他的妈妈伊丽莎白问候声音。这个施洗约翰在妈妈肚子里面也被圣灵充满，哇，让这个伊丽莎白，好，他就大声的说：“我主的母。”好，所以他们都知道这个事情要发生，因为在700年前，先知以赛亚就已经预告这些事情的发生。所以我主的母来探望我，我怎敢担呢？这是我的表妹，可是她现在知道这个人，我的表妹，好，她是上帝所拣选的，好，是耶稣基督弥赛亚，好，要从她的肚子里面降生出来的。所以呢，最后这个伊丽莎白被圣灵充满，好，讲的最后一句话，45节我们一起来读：确信主传给她的信息必定实现的女子，多么有福啊！再念一次：确信主传给她的信息必定实现的女子，多么有福啊！亲爱的姐妹们，你要记得，你比男生优越，因为你可以同时 handle 很多的事情。看你的电脑桌面就知道，男生的头脑一次大概只能够想1件事情，好，2件事情。但是姐妹，你的头脑好跟弟兄的构造是不一样的。上帝好让姐妹好有这些的特异功能，是要让你能够把上帝的话好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能够消化，能够读进去。玛利亚年纪轻，可是她的灵非常的敏锐，她把天使的话、上帝的话都接收，所以连伊丽莎白她也接收。他们都知道时候到了，上帝的儿子弥赛亚就是基督要来到世上这件事情呢，他们都已经预备好。你读路加福音的时候，要知道这不是当天他们才知道讯息，是他们早就几百年前先知就已经告诉他们，所以他们已经在等，已经知道上帝的时候要到了。很多的姐妹都说，年轻的姐妹说，像这本书名叫做什么？想当妈妈的请举手。没有人举手，好，没有举手，可能你连想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很多的姐妹说，我还在读书，我还在工作，我现在不想要生小孩，让我的身材变样变形，我不想当妈妈。可是呢，当你当过妈妈，或是当了妈妈之后，这本书好，推荐另外一本书，这本书叫什么？请大家念一次书名。当妈之后才知道我超厉害的。好，再说，姐妹，请说一次。好，要相信你自己，你超厉害的，姐妹们，你超厉害的。好，你什么时候厉害呢？不是你工作很厉害就是厉害，不是你读书很厉害就是厉害。你的厉害，好，是因为你当了妈妈之后，你超厉害。上帝知道男性好需要一个帮助者，所以创造了一个配偶夏娃来帮助他。上帝知道男性好，他的头脑很简单，如果是男生怀孕生孩子，男生大概就毁灭了，好，他一辈子大概就没有办法做其他事情。但是这个怀孕生孩子的事情，上帝是交给女性来做，是因为女性她跟男性不一样，好，女性的构造，女性的能力本能是可以同时 handle 很多的事情。女性可以在一边当妈妈的时候，一边还可以读书，可能一边工作，一边还煮饭，一边还可以运动保持身材，还可以一边出去上班，一边可以像是箴言31章。好，你要看到最厉害的女性，就去读箴言31章，才德的妇人，她真的是又种田，还酿酒。然后呢，还缝衣服，还教小孩读圣经，还帮孩子出考卷，然后呢，还会替他的先生好送他出去上班，甚至还帮他先生，让他先生可以当官，好在城门口跟人家并排坐在一起。
全部都是妈在做的，姐妹在做的。因为上帝给女性好的本能跟男性差很多。我不是在贬义男性，好，但是男性真的是跟女性比起来呢，好，女性真的是在很多的地方好比男性强很多。所以生孩子这件事情，男生做不来。好，跟你旁边的弟兄说，生孩子这件事情，男生做不来。但是男生要怎样？男生好要去找一个配偶来帮助你，你需要一个配偶来帮助你，弟兄们。这个配偶呢，好，他不会自己掉下来，你要自己去找一个配偶来帮助你。所以你不要只有在这世上好，只有为你自己而活。你要知道，如果你今天不努力，不为你的幸福、为你的人生来努力，等到你65岁的时候，你开始要养老的时候，谁来照顾你？那时候政府的老人年金如果发不出来的时候，谁来照顾你？牧师在美国的时候，我已经讲过太多次了，再讲一次。在美国很多这个大卖场门口在推那个推车的，都是老人。为什么？因为孩子不在身边，他不是没有孩子哦，孩子在外州不在身边，他也必须要自己照顾他自己，所以他们都要出来工作。但是我们在台湾不是，台湾很方便。好像我们今天也才跑去彰化看我爸爸，好，马上又回来。好，你今天在台湾，你几个小时就可以去到高雄，你就搭高铁，也可以去到很远的地方。但是如果你没有为你的将来准备，到你可能赚了再多的钱，最后你只能够选择住在安养院，照顾你的是谁？玛利亚，哪边的玛利亚？菲律宾的玛利亚，印尼的玛利亚。好，然后呢，越南的玛利亚，好，照顾你的人都是这些玛利亚们来照顾你。你有没有想要这样？不是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孙子，不是你的家人。好，牧师讲这个事情，希望我们真的能够好好来思想。而各位姐妹们，上帝呼召你成为一个妈妈。牧师大胆的说，上帝呼召你不是只有结婚，上帝呼召你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成为一个妈妈。为母则什么？强啊！你的人生最强的时候，就是你成为母亲的那一天。你不要小看你的本能，不要小看上帝在你身上的计划。你是蒙大恩的女子，你是玛利亚，你可以来成就上帝所要成就的。所以你要 EBM， 什么叫做 EBM？ 请大家说一次 ：Enjoy being mother。你要喜乐的享受成为妈妈这一件事情，而不是把它当成一个恐怖的事情。从我小时候我们身边或是周围对于这个妈妈就是非常的害怕，觉得是非常的可怕，遥不可及。但是你真的是不得已的，或是被迫的，或是你终于当了妈妈之后，你有可能有这样感觉说，当了妈妈，你的人生进入了一个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境界 ，Enjoy being mother。玛利亚在她18岁的时候，她说：“我还没有出嫁，我不过有一个男朋友，有一个未婚夫叫做约瑟，但是我要当妈妈了。”她在想的是，这样的事怎么能发生呢？今天希望透过路加福音的信息，你也开始来像玛利亚思想：我要当妈了，我要当妈妈了。这样的事情怎么来发生？还有，你要学习玛利亚的信心。我是主的使女，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如果上帝你创造我成为一位女性，上帝你创造我成为姐妹，上帝你呼召我将来要成为一位母亲妈妈，我是主的使女，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希望在今天的信息当中，以及接下来这个礼拜我们要进入路加福音46天的阅读当中，你能够看见路加非常细腻的文字，每一个文字每一个转折点都有圣灵的感动在这当中。而牧师今天只是带大家快速的来阅览第1章的上半段，也希望你能够从路加福音当中看到上帝对男对女特别的呼召作为。特别我们这个主日是一个妇女事工纪念主日，你要为你心中的妇女来祷告。如果你没有一个心中的妇女，可能是你的妈妈，
为你的妈妈来祷告，或是你心中有期待一个妇女、一个姐妹，你需要一个配偶来帮助你，为她来祷告。愿上帝使我们能够找到我们的另外一半，使我们能够在这个男女不同的当中彼此的结合，也享受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今天你透过路加福音的话语呼召我们要成为蒙大恩的弟兄、蒙大恩的姐妹。特别在妇女事工主日的这个前夕，我们再一次为我们身边的姐妹们，为她们来祝福。愿每一位姐妹们都能够成为蒙大恩的女子。求你除去她们心中对于成为一位母亲的害怕、担忧，或是在我们的身边有人像伊丽莎白没有办法生育，或是没有办法有自己的孩子，或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当中，很多的姐妹没有找到另外一半，很多的弟兄没有去寻找另外一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特别当你呼召我们要生养众多，要你按照你的形象来创造我们的时候，让我们回应你的话，让我们反复思想你的话，让我们顺服你的话。当上帝的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全心全意立即的来顺服你。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如此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大家请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让我们学习玛利亚的信心，学习玛利亚的顺服，在上帝呼召我们的人生当中，走在上帝所祝福、蒙恩、喜悦的路上。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地献给你，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和力量，我甘愿舍弃一切跟随你。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降服在你大能荣耀里，唯有你是我的良人和恩友，我愿意一生敬拜荣耀你，将我全人，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生命更新掌管我一生，接近我，希望快跑跟随你，在爱中遇见你，接近我，希望快跑跟随你，荣耀中敬拜你，接近我，希望快跑跟随你，在爱中遇见你，接近我，希望快跑跟随你，荣耀中敬拜你，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生命更新掌管我一生，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生命更新
掌管我一生。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地献给你。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和力量，我甘愿舍弃一切跟随你。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透过玛利亚的故事，年轻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学习。经过2000年来，玛利亚的生命影响许多姐妹的生命。玛利亚的故事让我们知道，顺服就会带来蒙福。即便我们有许多的担忧，即便我们有许多的惧怕，但是圣灵与我们同在，就要用上帝的大能来复辟我们。愿圣灵帮助我们每位弟兄勇敢的出去寻找那一位上帝所造的配偶夏娃，帮助你。也愿我们的姐妹能够勇敢的接受上帝的呼召，能够成为一位神所拣选蒙福的姐妹，能够预备自己将来成为一位母亲，生养敬虔的后代，能够用生命影响生命，用生命来荣耀神。主啊，求你赐福在我们这一代，特别在我们这一代的台湾，我们看见生育率降低，我们看见许许多多的人到了适婚的年纪，却没有办法来进入婚姻当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多的祷告，更多的倚靠你，更多的寻求你。愿你的话语成就在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愿你的祝福成就在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在婚姻当中，在家庭当中，能够经历上帝的恩典和赐福。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也是一种行动，回应神的恩典，那也是一种感动，为主能受功所用。那我们现在预备我们的奉献。神，透过今天的信息，让我们知道你是信实的神，行神迹的神。求主让我们能够学习玛利亚的信心，回应你的呼召，时时寻求你，与你有良好的关系，直到你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不要害怕。现在我们献上才能金钱时间作为圣工所用，求主悦纳。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哈利路亚！我们每个人都要在神里面得着盼望，在神里面满有能力，阿们吗？阿们。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存在我
掌，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声的拍掌，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天父上帝，谢谢你，借着玛利亚的生命，年轻的生命，让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就能够活出信心，对上帝的话忠心，谨守上帝一切的话语和诫命。特别透过今年我们所要来读的路加福音，让我们能够昼夜反复来思想你的话，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生命，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与感动，常与你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使你们能够两人找到合适的伴侣，二人成为一体，能够来荣耀神，能够活出神的形象，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好，大家好，我是子轩。子轩老师好。同学们好。同学们好。我要说什么？好，吓我一跳。好，总之呢，我接下来报告了。那我们先来欢迎我们的新朋友，然后新朋友是刘以恩跟刘以君，对，请你们站起来，大家一起拍手欢迎他们。好，可以一起坐下。对，他们应该上礼拜有来过一下，对，但因为上礼拜好像没有好好的欢迎他们。好，然后再来呢，帮他们补充一下，这两位姐妹是我们从这个台北搬来桃园，好，那现在就住在教会附近的新的大楼啊。好，那姐姐现在是在读民传大学，好，妹妹现在是读民传大学，好，一个是台北民传大学，一个是桃园民传大学，好，所以他们过去有一段时间是在真道教会，还有在戏子长老教会聚会啊，好，所以我们再次拍手来欢迎，好，两位姐妹，欢迎你们。好，然后再来还有两位，就是其实很久没来的，很久没来嘉南的朋友，对，有一个叫卢琼媛姐妹吗？然后一个是文正弟兄，有他们最近都有来，是对，那好，所以还是再来欢迎一次，对，好，谢谢你们，是那个应对，我也不知道，对，欢迎，好，那我们就继续喽。好，那本主日为妇女事工纪念主日，那刚刚牧师在讲道的时候有提过了，那我们就一起来为身边的那个姐妹同工，就是拍拍手，感谢一下他们最近的辛苦。对，那我们再来也还是要感谢一下我们辛苦的弟兄们，不然好像没有一个没有一个主日是感谢弟兄的。好，对，所以大家都辛苦了。那我们继续。再来呢，3月3号的8点是宗教改革简史的线上课程4，对，欢迎大家可以来参加。然后还有刚刚那个牧师有提到的本年度第2次的圣礼点，有以下的兄姐就是有成为本会的议员，那我们就是明天就是那个刚刚对怡君嘛，然后大家也可以就是一起来见证一下怡君加入，虽然一直都出现在这里，但是对正式加入我们的一份子。那我们也一样在掌声来恭喜，欢迎。好，那我们下一页就是欢迎新会友。这个不知道怎么念，好，反正就是这些石瑶跟史桂珍是在这吗？对，他都会来参加。今天没有在这里吗？没有，今天还没有啊。好，所以如果大家有看到他们的话，就是也可以欢迎他们转入本会这样。好，再来3月份的寿星名单呢，就请见周报啊。如果有人没有被列上去的，或者是有要更正的，就请向行政干事联系。我们会在下主日庆生哦，所以大家要记得要来领受我们的牧师的祝福，还有小礼物。对，不是为了小礼物，牧师的祝福比较重要。大家的祝福，对，大家的祝福比较重要。好。再来，松原大学在3月3号第一学期开学，欢迎修姐报名注册加入松原大学的行列。对，这应该50岁以上。对，未来好。
再来4月19号的礼拜六8点半到1点举办嘉南杯桌球热身赛。那参赛资格跟报名方式都详阅1楼公布栏，即日起到3月30号就报名截止喽，所以大家要注意那个报名时间。好，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外展部门的快闪活动。就是在3月22号跟23号的中午用餐时间跟4点的2个时段，在那个33号2楼这里的楼梯口，还有水利大楼外复兴路那边，然后就是我们要发欧趴糖，然后各时段需5到10人，所以就是要向婕妤干事，对不起，婕妤指示挥乐手在这边，对，大家可以来跟他报名，然后不限年龄，对，我们就是要去发欧趴糖给那个高中生们，对，好，再来呢，还有就是我们的重头戏，我不会念这个，春里嘎哇吗？对，好，春里嘎哇福音茶会，然后在明天的1点到2点，在401会举办说明会。所以欢迎各区组长和组员一起来了解茶会的内容，然后一起来传福音。对，明天下午。然后这个是正式的，就是这个活动，这个福音茶会在4月26号礼拜六的2点到4点，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时间留下来，可以，然后也可以邀请你的福音朋友们来这里。好，再来。5月17号到18号，在古坑要举行我们60周年全教会的退休会，所以有补助哦，补助在集会有报名费500元，所以欢迎大家可以踊跃报名参加。这有影片吗？有，好，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影片。店家古厝是嘉硕长老的老家。那我们掌声来，对，就是可以看到我们有很多精彩的行程吼，所以大家把握这次机会，赶快报名。好，再来就是装备部门的报告，是2025年上半年造就课程 A1 的基要真理跟 A2 的长大成熟都从3月8号礼拜六起开始上课。然后第1期生日助学金，大家要记得接受，要赶快申请收件到3月23号礼拜天，记得哦，3月23号。好，再来圣经漫谈于3月9号起，每主日10点半到11点20于703课程，703教室开课，由陈世林传道主讲，欢迎兄姐总院参加。对，有好多报告，大家加油哦！好了，结束了。好，这一区家亲小组在新堂
舞台左侧亲2区 YZ 在新塔吧台旁。好，那就进小组喽。对不起，那个刚刚那个剩餐的那个垃圾要记得可以拿到外面的垃圾桶丢，不要留在位置上哦。空的圣餐杯，空的圣餐杯跟那个包装膜。对，好，好，谢谢那大家。